有网络红人被抓到了，说是破坏什么建国的形象，被警察抓了呢。他自导自演呢，所以网络影片呢不能自导自演破坏人家国家的形象，被抓呢，会被警察抓呢，判刑呢。是啊，失去自由了。所以要诚实啊，不能为了网络流量，那个违反正义感，不可以。